再來看有業者拍算要佇南投的埔里南港溪水頭的水源地來開發廢棄物掩埋場，地方是質疑講會有污染哦。自救會即擺已經收到超過4萬份的聯署書咯。目前縣政府是表示講，閣會等業者來報警，才會來召開說明會。縣政府嘛強調講，會一定會依照規定來開寬頻會做討論。活回掩埋場，守住水資源。眾人發口號表達訴求。南投反對埔里設置廢棄物墾台場大聯盟，27早起宣布經過聯署，已經收到4萬多份的反對書，嘛表達地方堅持反對成立墾台場的立場。3月14號、12號的時候，衝破40773人。我想這個數字可以讓縣政府有這個底氣，可以來駁回廠商這個開發案。阮這公司按算佇南投埔里麒麟里水頭保育區的所在，設置面積差不多24.62公頃的廢棄物墾台場，收一般廢棄物甲一般事業廢棄物。當地民眾質疑講，甲地點選佇咧埔里的水頭，甲南港溪水頭的集水區，對當地水資源甲農業可能造成真大的衝擊。佔真大部分的迄個做礦泉水攏佇咱埔里出嚟安尼，所以拄開始的時陣，人因農林公司嘛點點啊做，攏不愛互咱知。距離咱的水源頭1.5公里啦，真的大家佇足簡單的思考的邏輯，就是講咱所有的水是往低處流縣府表示，第一階段寬頻審查會的時陣，有要求業者愛佇3月15日進前召開3場說明會，保證相關的資料。不過業者並無照聘照行，嘛無主動提案。也要針對這個案子的開發的合理性跟必要性來做補充的說明，也必須要在3月15號以前來做補正。那允潔公司沒有依照規定來做這樣補正的程序，也沒有召開相關的說明會議哦。所以依照上次的會議結論，的確允潔公司沒有符合我們這一次他應該要補正的內容。那縣政府呢會依照程序來針對這個案子呢，會朝駁回的方式來執行。南投縣環保局表示，目前業者並無任何的動作，按算4月份閣舉行一屆第一階段的寬評討論，敢是要駁回這個申請案。到中晝這個為止，阮這公司暫時攏無回應。記者綜合報道。